华航甲新宇航空拢伫即礼拜六启动着七夕情人节类出国的航班，讲推出无到半工，就拢袂了咯。国际气体采尾机要阁出动啊！中营类出国航班第2摆总升空伫天顶画出一个赞，煞来重点就是七夕情人节类出国的航班大车拼。新宇航空选伫22一天飞2班 JX8025 甲8520，你爱我，我爱你的航班，将3排变做2排，做享受浪漫的夕阳，也是夜景。落飞机了后，带入去5000级的饭店，欣赏美丽大场店的宴会。又到一天，浪漫星空华航选择 CI2099爱你99的采尾机，会使享受空中情人餐、甲情人限定免税品777，再加上浪漫的5000级的饭店情人节的大餐，经济舱计数一人7374块，推出较无半工尔就卖了去啊！伫父亲节首航，伫空中画出白甲爱心以后，七夕会出现新款温装版的航程，大家拢真期待。